新疆的2016升高。去年的将先我来叫你来到新疆2016升高会员，要带你要来考山的你，带你升标下马吼，要挑战来升标下马。在厝内拜托咱就好，你拜托一个，我们现在用心哦，麻烦一个，咱睇到后边就厝啊，互咱所有工作人员有法度来做工课吼，拜托一个吼，拜托一个。现在有咩感谢你？咱高明中，咱主理规划个洪主委洪主委，来锻炼着你咱所有的技术人员，强身着你咱培训队咱高明中培训新标，来记着你咱土城辽景数学内底吼，而且再次来感谢着你，我们的洪委员洪主委非常感谢。